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係到咗黎 Sir 學堂嘅時間啦。不久之後咧就係放榜嘅大日子啊！相信2026嘅 DSE 心情咧真係有啲緊張同埋複雜，黎 Sir 都唔例外啊！人呢種動物咧有陣時真係有啲矛盾，可謂口是心非，甚或至乎係人格分裂啊！明明好在乎成敗得失，好介意人哋嘅眼光，自己又偏偏扮到好似瀟灑哥咁，以各種自我哄騙嘅理由。平常心啦，無愧於心啦，盡力而為啦，掛在口邊，根本係口不對心。其實係真不知幾想考到優異嘅成績。有人話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，付出咗咁多，自然享受到豐厚嘅成果啦。呢個似乎係定律嚟噶嘛。不過咁，人有失足啊嘛，有失蹄喎。農夫雖然好辛勞啊，但係一場嘅天災可能將佢所有嘅努力付諸一炬啊。而考試呢一場遊戲就更加殘酷啊，往往受到臨場嘅發揮而影響表現嘅，或多或少咧總有啲運氣同埋彩數啊。所以唔難理解，喺我哋認識嘅大文豪當中，有唔少都係失意於科場。當真係啊，例如韓愈同柳宗元啦，都一共考咗4次科舉先至考到進士。大詩人杜甫考咗 N 次，蘇洵呢都係 N 次咁多啊！最後由佢個仔蘇軾一剔過考到進士，所以有陣時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自怨自艾、怨天尤人㗎喎。如果自己真係努力過嘅話，其他人又有咩資格去評價自己呢？至於你問我，黎 Sir 今次準備 DSE 考試花咗幾多時間同埋精神啊？嗱，各位請你坐定咯，我怕太過震撼啦。冇錯。就係呢兩大動筆記啊，好似兩座大山咁，左邊係中文，右邊係文學。同2024年嘅策略相比，簡直係南轅北轍啊！2年前我用嘅係道家隨心而為、順其自然嘅作風，所以咧灑脫得多。而今年咧就用咗韓愈大師嘅焚高遊耳雞鬼嘅方式溫習。由去年10月份開始，每日就好似車輪轉咁，不停溫習同埋操卷，少則2至3粒鐘，多則4至6個鐘啊！真係同苦行僧冇咩分別啊！黎 Sir， 你花咗咁多努力，萬一結果不如理想，咁咪好唔值得？嗱，同學們，追求知識同埋學問咧，素嚟都係衣帶漸寬終不悔嘅過程啊！道理就好似練長跑一樣，即使攞唔到冠軍，但係對於鍛鍊身體咧有莫大嘅幫助喎。況且我今次準備應考，能夠用另一種嘅視覺去欣賞翻文學作品，咁就更加深入透徹。尤其是訓練到自己博聞強記嘅能力啊！以前我好怕背誦，容易緊張，記性唔好，而家就已經脫胎換骨。嗱，呢一系列嘅古典文章，我都已經通通一字不漏咁背默過晒。尤其是能夠 KO 韓愈大師嘅《進學解》呢一篇非常之慘口嘅文學作品，挑戰翻幾十年前都做唔到嘅壯舉，嗰種莫名嘅滿足感，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啊！所以當我知道當局會喺幾年之後剔除呢一篇韓愈大師級嘅佳作，真係覺得有啲可惜同埋失望啊！當局會唔會太過睇小而家嘅年輕人而削足適履啊？點都好，能夠喺呢一場告別賽之中再度選答進學解嘅問答題，對我嚟講今次嘅考試就更加別具歷史意義啦。好啦，言歸正傳，黎 Sir 而家就估算一下我喺中文同埋文學科嘅成績。嗱，先此聲明，我冇題目喺手，亦都冇核對過答案，所以以下都係靠印象去評估。首先係中文卷1甲部嘅文言經典，表現應該唔錯，估計有80嘅分數。至於乙部嘅閱讀理解，表現就中規中矩。第一篇當機器人成立作家協會，大概有60嘅分數。第二篇聲音應該失分最多，估計只係有一半到。而第三篇細說新語，估計應該有60半嘅分數。所以乙部嘅分數咧大概有5/7，而我希望咧卷1嘅分數有60以上。至於卷2方面，甲部嘅實用寫作4平8穩，希望有70嘅分數。而乙部嘅作文，我選答咗在城市中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生命光芒，係最唔踏實同埋最難估算嘅部分，係一把雙刃劍，差異可以好大。我從善如流，聽取咗同學仔嘅意見，一改以往雕花嘅寫作習慣。而主攻內容，所以行文方面可能會較多沙石，但係有1500字，如果冇偏離主題嘅話，希望有60嘅分數。所以卷2嘅分數大概應該有60半。而兩卷結合咗之後，如果有60以上嘅分數嘅話，希望可以保住第5級。喺中國文學方面，卷1文學創作，我選擇咗從前的約定呢一個題目。由於創作呢一家嘢咧好主觀，我真係唔知道自己嘅作品有冇偏離主題。如果正路嘅話，希望可以有60半嘅分數。
至於卷2文學賞識我嘅信心就較大，其實4題之中嘅課文我都有涉獵到，最後我選答咗我最喜愛嘅作品，分別係第一題屈原嘅涉江同辛棄疾嘅南鄉子，估計有21分，以及第3題韓愈大師嘅進學解。由於我好熟悉呢一課，尤其是韓愈巧用反喻嘅技巧係我最為欣賞嘅，估計有23分。咁卷1同卷2依照翻1/3同2/3嘅比重樂觀嘅情況底下應該有70分。文學嘅表現應該好過中文，所以5級之上希望可以加多1粒星。咁放榜在即，同學仔應該點樣面對放榜？保持住咩嘅心態去面對呢？首先，人同此心，放榜之前產生嗰種焦慮、彷徨、忐忑不安嘅情緒係好自然不過嘅事，我哋無需去否定、排斥同埋抑壓。我諗翻起幾十年前嘅放榜，李 Sir 同你哋一樣，感到好迷茫同埋無助，好冇安全感。不過呢一種嘅情緒就好似天氣變化一樣，總會雨過天晴，千祈唔好俾呢一種嘅心魔去牽住鼻子走，而陷入情緒嘅黑洞。其次要有多手嘅準備，衡量唔同情況下嘅成績，制定翻升學路線圖同埋唔同嘅後備方案。呢方面相信學校嘅升學組老師會因應你哋嘅情況作出專業嘅建議。最後，如果你問我而家呢一刻等待放榜係咩嘅心情，我可以講係異常平靜啊。又或者咁講，無論係緊張或者係平靜，我都會順應翻心境，因為境隨心轉啊嘛。心態係決定一切，就好似范仲淹喺《岳陽樓記》之中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嘅心態去面對人生嘅得失。唔少人會以成績嘅優劣去斷定人生嘅成敗。李 Sir 年輕嘅時候都會咁樣諗，認為公開考試嘅成績不如理想，就好似世界末日咁，成個天都會跌落嚟。但係而家回顧翻大半生，拉長翻成條生命線，放榜只不過係茶餘飯後嘅小菜一碟。就正如代入范仲淹嘅視角，一定會對科場內嘅得失成敗同科場外嘅人情冷暖，會以超然嘅角度去審視一切。考得好嘅唔會沾沾自喜，考得唔好亦無需一蹶不振，要盡快爬翻起嚟，繼續上路。最重要嘅係時時刻刻都要忠於自己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最後，李 Sir 祝福應屆嘅 DSE 考生揾到合適自己嘅升學出路，邁向人生嘅新一頁。下次再見。